行政院長杜英泰是提出放零途徑1.5倍用這獎勵這個新方案了後呢，內政部就隨來提出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正草案，針對着這建商甲開發單位關這社會主體，因為用這個獎勵會當放到2倍。有民間團體是質疑政府安尼做呢，是咧壓縮這都市的空間，降低人民的生活品質。反對假色彩之名，形容機放水之時。都市改革建調經關等專家團體拜一召開記者會，針對內政部目前的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提出質疑，因為行政院長杜英泰最近提出放零途徑用一獎勵方向，計劃針對建商關社會主體都更案，用一對1.5倍提懸到2倍，獎勵增加到1.5倍，可以容納677萬人。1.5倍已經超量供給了，我們今天又要再講說啊，我們把它變成2倍好不好？那只是為了彌補政府不蓋社宅的借口嗎？民間團體認為政府表面上是以增加社會主體做理由，實際上是要放零用積率，這款行為恐驚會增加公共設施的負擔，也衝擊原本的都市空間，會對都市的公共設施產生嚴重的破壞性的壓力。到時勢必增加對公共設施的投資，排擠其他的公共預算。容積代表的是一個城市究竟能夠承受什麼樣程度的開發強度，它背後牽動的是日照、通風、開放空間以及居民每天真實感受的生活品質。民間團體呼籲行政院應該撤回放零途徑用一獎勵政策方向，並且結合專業的意見，重新檢討社會主體的機制，避免假借社會主體的名義來放零用積率，犧牲都市的生活品質。記者陳亞選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